Hello， 大家好。跟住咧就帶大家睇一個咧13房單位嘅。咁呢度咧基本上咧每一個單位咧都配備到咧有2個 parking space 啦，同埋咧亦都你見到啦有個叉座，即係你買電車都可以喺度叉電噶啦。跟住我哋入嚟睇到參觀嘅3房單位，入到嚟啦，右手邊啦就係個 living room。呢度咧就係一個廚房，可以擺到一個老人台啦。另外咧出邊都有花園嘅。仲有洗手間，仲有呢一個細細嘅儲物室。係，跟住我哋可以上去樓上睇下咯喎。一上到嚟啦，右手邊啦有第一間房。咁呢間房咧係一個 ensuite 嚟嘅。跟住就參觀第二間房啦。咁嗱，第3間房，另外都有個 bathroom 啦。除此之外咧，亦都有一個咧儲物嘅空間。而3房單位咧，佢有唔同嘅戶型嘅，咁而售價咧就395000起。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就歡迎聯絡我哋啦。